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讲台语当着时，今日带观众朋友做伙行台步，做伙来上听入心肝24节台语课，内底看到真侪台语精神的代表，有朴慧琴的陈明章，伊讲台语的七声八调，随一个讲话嘛当念出古文将进酒，嘛有林强唱甲掠袂掉的向前行，伊讲咧。语言就是自信，语言就是你。守护母语文化，做伙行台步，邀请24位为台语界付出的人物，透过中央社台语文进行式的单元，采访这挂精神代表。今日就邀请到中央社社长张瑞昌做伙来分享。随气相魂，台语情，聪明形成行台步。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邀请大家做伙来行台步，讲台语。用经典的台语歌曲插入现场气氛。啊，啥人会当了解做母女的悲哀？暗暗流着目屎，也是加甲笑嗨嗨。以台语文为主的人物专访的册，做伙行台步。册中访问24个人物，传授24节小会联喷的台语课。中央社嘛特别举办新册座谈会，邀请受访者来现场分享对台语的感情甲想法。比如讲，小朋友伊迄我落音的歌声母，就发袂啥会出来，啊，佮有诶囡仔啊，佮有雅气的雅，这因拢真歹发音。若是讲入声嘛是共款，就是像咱的华语的入声字入声，譬如讲伊的尾音音飘的尾音是 P T K H， 伊就是入声。譬如讲竹子，台语是竹啊，竹啊。哦哟，本人在遮哟，竹啊，本人在遮哟。我囝是孙啊。台语特有的意涵发音，若是无定定讲，可能一开始会真歹学。但伫先讲上紧的方法，就是唱歌。所以我感觉吼，若要学台语吼，第一听，第二我敢毋是讲去唱，唱较紧。你唱的，而且你经几个较普罗的，迄都发音足标准的。比如讲二姐将会，你甲听哦，伊每一句、每一个音，伊拢会甲发音发完全。啊，唱歌要好听，就是伫遮哦。台湾虽然面积无大，不过有丰富的人文背景，各地嘛发展出家己的腔口讲法。这时阵尊重就是真重要的代志。啊，拄仔老师讲迄腔口，我嘛有一个感受呢。但是社会气氛其实无遐尊重别人的时阵，啊，你会毋对？可能台语的消息台真，拍生囝是真，对这个物件感觉真恐怖。但是过程中就会足严肃去看待这项代志。但是有当时啊，莫安尼啦，就是较轻松的吼，啊，互伊先有兴趣，吼。啊，莫讲一时啊就对啊，毋对安尼，伤有压力啊。我感觉这安尼吼，压力就过大诶。啊，颠倒我感觉安尼嘛有可能，迄个推广的过程吼，会较远嘛，时间嘛会较长。莫去讲台语变成一件有压力的代志，实际互台语融入生活，才有法度互这个语言流传落去。要买一个槟榔的槟榔50。对啊，槟榔50啊。正港安那 order 对，我来听一下 order 槟榔。钱也无得。有啊。有100。哦，有啊，我无讲的哟，拍案无，搁来拍棒球的。有啊。你若讲槟榔50，你就感觉怪啊。50，而且要卷舌。用买物件来做比喻，不过生活中其实也有真侪讲台语的可能。要如何用更较简单、更较互人会当接受的方式，嘛是需要慢慢找出方法。只希望台语会当亲像番薯，唔惊落土烂，只求枝叶代代传。做伙行台步，今日邀请到中央社的社长来到咱节目现场。社长你好，主持人阿明，大家好。咱今日讲到这本册哦，24节这个台语课哦，邀请到侪无共领域的这个人物，做伙来讲因对这个台语这个感情，因伫台语界做的付出啦吼。你上较有印象的是倒一位人物咧？
这本册其实吼，访问真侪人，但是阮特别吼拣出24个吼，内面有真侪迄个包括是歌手，也是导演，吼，不只有知名度的人吼。我上印象，不只深的是，其实是歌仔戏的这个吼，杨秀清吼，因为吼杨老师伊这个，咱算讲国宝级的吼，这个歌仔戏这个老演员吼，伊讲吼，台语这件代志吼，是一种咱讲人生其实上好的见证，想法就是上好的导师，是除了咱头一开始片头吼，那个阿敏你讲到迄个林强，是，伊讲语言就是你的自信以外吼，我对这个吼杨老师讲的这段话吼，讲人生其实就是上好的见证，吼，生活就是上好的导师，是，就是讲语言应该是伫咱日常生活内底，吼，我对这句话不只有真深的印象。若讲24个吼，这个受访问吼，阮甲讲这是听入心肝的台语课，是，这个包括吴念真吼，吴导演吼，啊，佮一寡演员，亲像那个陈竹生、陈德生吼，啊，佮三金的影帝吼，吴屏风，啊，一寡有名歌手吼，咱头讲到林强吼，伊即马当然等于要幕后做制作人吼，啊，佮亲像一寡蔡进人吼，南国吼，南国，啊，佮亲像迄个谢明佑，贾明佑，啊，佮即种是金曲歌王吼，啊，有名的迄个当属长乐团，吼，灭我气等等吼，这是伫即个咱讲表演艺术这部分吼较有名吼，但是我头讲的即个除了杨秀清杨老师以外，佮有王金明是吼。其实阮能够访问到一寡吼，即个比如讲小学老师，吼阿派，是阿派，这是教育现场内底吼第一批考入去这个台语教师的这个代表啦吼，伊嘛伫教育现场做真侪这个教学的这个突破。对啊，嘛有即个退休的教授，吼柯基林，吼伊本身是足坚持，吼伊是研究火箭的，是交通大学的这个教授啦吼。系啊。都顶真侪有退休的老师，当然嘛，佫有一寡这个电台，这个 DJ， 伊的孙聪老师，是嘛是咱台语台这个顾问。对，就真侪的迄个长期以来，当然佫有一个嘛不只有代表性，真有名，碰恰恰。碰过，伊就讲伊就形容讲这台语是真水的一种语言。是，到底水伫倒位？透过这本册，咱访问到这个伫各行各业内底包括伊的创作也是讲伊的研究伊本身伊来家己的这个生命内底有经历过的这个甲台语文的这种的爱恋伊的感情来分享到咱这咱读者也是讲这咱的听众朋友。头拄个这个社长讲到陈德生啊吼，伊这个伫内底册内底伊讲。交垃圾话嘛是一种艺术吼，爱交到开口，其实嘛是一个语言一个代表的这个部分啦吼。但是伊讲到这个语言这个部分，爱讲互水气，嘛头拄你讲的这个风格这个部分啦吼，讲互水气，就是一种这个台语的这个赞助的这个提升啦吼。其实台语有一种真侪种，咱讲台语是万底深起啦吼，所以这24节课以外咧。即摆有想讲吼，这24节课以后要搁做啥物无？我相信伫现阶段，阮会当将这个24节这个受访问的这个故事来先分享。是台语是一种我感觉伫日常生活来，咱就变成一种基本人甲人中间作为咱母语也好，也是讲真侪咱讲。全台湾可能有75%个人拢了解有使用过这个语言，但是有受到早期有去迄种语言政策对，伊个体制压迫所以伊就比如讲我经历过迄个时代嘛，伫学校袂当讲台语，只有下课了回去厝诶，甲阮爸爸、阮妈妈、甲阮阿嬷才有可能讲用到即种语言，等于阮阿公外公因兜甲拢有足自然诶。是，但是
这种经验，吼，我相信一般咱讲4年啊、5年啊，讲4年级生、5年级生，吼，甲可能6日头有会去拄着，是啊，慢慢少年辈其实拢无法度去吼用台语做足自然的沟通，吼，啊，这是足可惜。所以阮是希望讲透过过去这2018年吼做规年烫天的这个吼。这个中社做的这个吼专题，啊整理出来了吼，家出一本册。阮希望讲吼，互更加更较侪人了解讲吼，原来讲台语吼是一种应该是足自然吼诶，伫日常内都当使用的物件。真舒畅的这个代志，所以尽量相对透过沟通吼开始吼，慢慢那个像对头讲的，要用到一个赞助吼，我想迄个可能就伫其他。艺术的创作，还是讲伫文章内底所写的时阵吼，是对咱更较提升起来。不过这嘛是一个中央社这个一个突破吼。过去咱知这个中央社这个角色是较无共款的，是这个卖这个新闻吼，这个国外是讲提供这个新闻，或这个国内这个媒体啦吼。所以做着这个做伙行台步这本册，真正是中央社伫这2018年、2019年，拢是一个真大的这个展开啦吼。阮是安尼，阮伫2017年的时阵吼，就开始咧思考一件代志，是讲到底咱。作为一个媒体吼，尤其是国家的通讯社吼，是会当来做什么款的工作吼啊？2017年的吼年底开始，阮就讲要规划一个叫做吼文化家吼文化新闻吼，我感觉伫咱的这个社会内底要受到一定的迄个重视。吼啊，阮就决定讲啊，2礼拜来出一个吼类似吼，那中华性的媒体有一个周刊吼，2礼拜吼双周刊安尼出一届啊。伫即个双周刊的这文化界内底，阮就设计一个叫做台语文的进行式，是吼啊，这是谁哪会去设计讲啊以台语文为主的这个专栏吼，是因为阮这个吼当初吼来找文化家、文化新闻这的同事吼，拢查囡仔吼，这女记者吼，大家咧开讲讲啊，敢若出去外口采访吼，定定去拄着讲吼。要用台语讲袂认得，啊，做一迄种心情故事，等来咧讲，吼，所以，当这本册吼尾啊安尼吼出版的时阵，有人讲，哇，恁当初是对一群少女团体，少女团体开始，实际上就是讲因发觉到讲啊，真侪受访者吼，拢受访的访问的过程内底讲，恁怎拢无啥会讲台语，吼，也是讲因讲的台语其实不加下拍，吼，不加吼流利，结果咱的记者毋捌听过，就是心少年，啊，我毋知哦，啊，都有真侪只心情，吼，啊，对接出来了，决定吼来做一个规划，啊来探采访的各行各业内底吼，有以这个台语文吼来做创作的只吼，包括是歌手吼，也是这个吼导演，啊，因伫也是讲伫迄个台语文的运动这方面，因拢有贡献的吼，包括戏嘛是一种。所以咱会当看到内底真侪无共领域的人，透过咱的这个少女团体去发觉因这个真正有使咱肯定的这个伫台语界这个做奉献、做贡献这个部分啦吼。其实老拄仔这个社长嘛有讲到，讲内底你摕到的，讲咱头拄仔看到这个影片内底吼，有唱这个母语啦吼。其实真侪这个做事的人，也是唱歌的人，因对着这个台语歌有因家己的这个认捌伫咧。伫阮访问内底吼，有不止一个这个吼歌手吼。即个你讲咱，比如咱他讲的蔡进人是吼，啊，迄个谢明佑吼，谢明佑伊就讲到讲吼，比如讲《母女》这条歌，哦，即咱伫迄个时代吼，敢若讲敢若像国歌啊，台语的那个国歌共款安尼啦。吼，讲啊，伊是反映迄个时代，什么款的时代？讲迄个时代有可能是台湾钱因卡目，吼啊真侪迄种吼可能。五花杂色的场所，吼啊有佫有一寡歌，其实是反映着讲吼人口外移，比如讲吼妈妈请你也保重，吼，若讲也是讲国路的愿望，吼，套咱即马咧讲上时间咧讲的一句话讲叫做北漂，北漂啦吼，北漂吼，啊，这就是反映出迄个时阵的时代，比较早都已经有啊嘛，是，甲台北起来拍拼，这个故事。迄毋是敢若讲加工区吼，女工咧。听的歌呢，其实迄是整个社会吼时代伊氛围，啊，台语歌写啊优美，吼，都会当反映出这个时代。吼，咱头讲到，吼，南国有真侪歌，吼，伊就讲，
台语就那亲像伊的蓝调，是布鲁斯，伊就讲到，伊比如写过真侪金包银，火拿落机，这个台语的歌词其实足优美的。伫阮访问的内底，因拢甲将这个故事来做分享。我相信透过这样这故事咱会看到讲其实台语一直伫咱生活内底，伊毋是干那讲亲像唱歌，台语歌，咱嘛毋是讲人讲台语歌，敢就一定是真悲情，真是讲无法度反映出时代的氛围嘛。我相信这个透过这本册，你有无共款的认识？有影啦，这本册其实咱讲自向前行，甲这个灭火器的倒数天光，还有自这个南国的心思啥人知，写甲众信护台湾，其实是无共款这个时代背景的这个台语歌，有旧的，嘛有新的，新的部分你安怎看咧？我一直感觉讲台湾因为应该讲是民主化了吼，咱讲1996年台湾透过直选了这民主啊这差不多20几年来已经行入一个坎站，就是讲伊是台语过去被受打压，但是即马变做会当慢慢形成一种，我形容伊就是一个新的迄个文化运动。新的文化运动毋是讲就是甲台语就爱破坏关。其实咱来看，这个比如讲公共电视好啊啦，有省有客家台，有原住民台，上尾成立的其实是台语台。是，这个一个多元丰富的这个语言，本来是台湾应该有的一个社会特色嘛。是，慢慢伊会就体现到比如讲电影，咱头讲的已经是比如歌、戏剧，拢有。这个新的这个文化运动，伊反映出这个台湾社会伊真澎湃的一个生命力。是，所以嘛，这都是其中咱讲的这个台语现代化这个部分，透过这个歌曲也好，还是讲这个戏剧也好，还是讲咱最近才成立的这个台语台也好，然后拢是这个实践的这个过程。尤其中央社，佮透过这部分这个做伙行来步啦，听入是看24节课，其实真侪故事，咱等下会使佮讲，但是咱等下要来先看讲，这个少女团队这个执行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有偌辛苦，咱先做伙来看。做伙行台步的初心是来自中央社文化家2礼拜出一届的专题报道。台语文正形式是其中一个单元，开始想要做这个单元，是因为发现台语好亲像开始受到重视。其实有发现说，其实市面上大家对台语文其实开始有一些讨论，然后再加上其实也蛮多年轻的歌手，其实大家都嘻哈，都是用台语创作。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有发现，觉得说这是不是一个台语文好像必是在这个时代，好像它要变成一个新的显学，然后一个像是一个潮流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开始了策划这一系列的题目。采访团队开始找各领域伫台语有付出贡献的人物，其中嘛有家己真有感觉对象。戴明忠老师，我足介伊有一首歌叫做《幸福进行曲》。因为这首歌，我就想讲，我要来甲伊采访，阮就去伊北岛的厝。学音乐要有一个东西叫做温度，一起来的波波它有温度，对不对？会感动你，流浪到的淡水追会感动你，会让你去 KTV 唱嘛，对不对？或者人家走在路上你也会唱嘛，幸福进行曲嘛，所以来那个叫做温度。规划要做台语文正形式，负责采访的记者，嘛毋是每一个人的台语拢真认同。不过伫采访过程，嘛互因对台语有体会。因为我自己是小时候都听妈妈讲台语，可是口语表达实在不是很好，所以台语对我来说有点像是家庭的记忆连接。我听到他们就是以台语来表达自己的那种爱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就是每次采访的时候都会起鸡皮疙瘩，每一次都会。不少少年人其实是听有台语，但是袂晓讲，嘛惊讲出来会互人笑台语讲了无好。伫这种状况之下，别人的鼓励就真重要。有鹏鹏大哥，迄届采访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伊讲语言说的不好是一件很甜蜜的事。
嘿，我迄时阵就感觉讲，就在定定，我讲台语的时阵拢互人笑，嘿，互人笑，啊，就较毋敢讲，啊，也毋过迄届采访彭凤哥伊就讲，你互人笑无要紧，迄是笑你足古锥的，嘿，啊，不会讲台语是一件很甜蜜的事，他把不会讲台语这件事情乐观正面的看待。何必来在意想加添苦痛啊！比起当演员，比较想当歌手。透过采访，感受各行各业大家对台语的热爱，嘛期待透过这次的台语系列报道，丰富语言的关度，开展更较多元的语言环境。叫小朋友讲，无你去洗手会没好食饱，伊就洗好来讲，老师，我洗好啊，啊你先洗好啊，那个洗甲洗伊就就是等无过来做伙行台步这本册啦吼，咱头头讲就是少女团队5个人至6个人去完成这本册啦吼。当阵嘛是讲去采访的时阵，拄着可能袂晓讲台语啦，拄着这个台语人咧讲的这个词，可能有当时嘛听无，讲起来这个要写入去这个报道内底，嘛是有较欠缺的所在，所以恁迄当阵才有要研发这个专题这个部分啦吼。其实讲到因这个年龄咧，大概拢几岁到几岁？无20几岁到30几岁安尼吼，当然内底无亲像我这种的大叔啊，不过因当然拢有迄种真深的体会，就是讲吼，这个台语作为家己的一个母语吼，是安怎咱伫当你咧做采访吼、做报道的时阵吼，你才发觉讲原来吼，这是我的母语，是结果。我过去无遐尼重视，当然，伫这个采访的过程内底吼，慢慢受到一寡吼，这个受访者甲因讲的是有这种的，我相信，其实作为新闻记者吼，来咧做采访的时阵，常常拢会伫因为伊都是去听别人讲伊的故事，是，这过程内底一定有一寡吼，咱讲回馈，是，也是讲你对伊的讲的内底吼，想着家己，这嘛是我过去。定定伫厝咧讲，也是讲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恁较少年嘛，是讲伊捌听阿公阿嬷，定定咧讲。迄天阮咧做新册发表的时阵有就讲到比如讲陈德生演员就咧讲，伊的囡仔伊2个查某囝嘛，安尼就讲内底甲因爸因妈咧讲的时阵就等于阿公阿嬷嘛，阿公阿嬷就是讲要甲孙仔讲的敢若爱透过翻译，伊来想看嘛，爱造句这我要因为伊母语是台语啊，要甲孙仔讲的时阵就讲我要安尼讲做华语，写一点安尼。其实我相信就讲像安尼无共款的因为伊中央搁加一代咧啊，透过咱媒体因为伊来介绍报道这故事了慢慢都会互社会开始认识讲语言。绝对是爱作为一种人甲人中间沟通的一种工具，这无毋对。但是嘛，一直日常，不管是家庭的教育，还是讲伫学校的教育，或者是讲伊有可能出社会，伫个工作的迄场合内底，拢是爱做自然、互相尊重的。有影啦吼，尤其头拄仔这个社长嘛，有甲咱分享到，这个阿派老师，伊这个作为这个第一线这个现场的这个工作者啦吼，伊讲一礼拜。一节课真正无够啦吼，尤其学习这个本土语言，所以伊嘛有啥物建议伫？我感觉伊就讲，这伊咧向有几啊例啦就讲有当时这小朋友咧学这台语的时阵伊嘛有这种要变做佮讲伊可能对，伊一寡音分不一定比如讲，伊向分享讲叫小朋友讲无你去洗手，好没好食饱，伊就。洗好来就讲老师，我洗好啊，你先洗好啊，那个洗甲洗伊就就是等无过来但是
台语吼是应该是，咱讲咱一开始有讲到讲啊，台语有可能讲啊一个难处吼，伊就真有伊另外一个咱讲迄个境界就对啊吼。啊，我感觉台语吼，其实拢伫咧受访的即个一寡受访者内底吼，有讲到，比如讲迄个即个杨秀清吼，杨老师吼，杨老师伊咧讲到一个足趣味的话，咧讲吼，其实台语有一寡是华语无法度讲的，是吼，比如讲伊讲你去香港买香，这个香真香吼，这你去香港买香，这个香很香。干那这个香都三种，这个对。啊，你去香港买香，这个香真香吼，啊，都三种无共款的差别嘛。所以，台语的优美应该透过吼咱不断的吼日常内底吼使用，啊透过像比如讲公司台语台，啊是讲阮中央社做款的这款的报道时吼，互更加人咱了解讲啊。台语有真伊真，比如亲像迄个彭佳佳吼，彭哥咧讲的讲，伊讲吼啊水甲会变过安尼，啊有影，吼啊水伫倒位，吼咱就爱像安尼一句一句吼，也是讲当事人吼，伊现身说法吼，伊来讲互大家听安尼。咱知影这个中央社啦吼，其实毋若干那做台语，其实后摆嘛可能有真侪种路会当行。这个客家语嘛会使吼，原住民族语嘛会使，因为展现咱这个台湾这个多元吼，尤其咱即阵咧讲这个保存这个本土语言是 ING 啦吼，是进行式。尤其这个咱看到郑顺聪老师，伊嘛伫这个访问的册内底嘛有讲到啦吼，伊讲伊即马有2个囡仔，啊2个囡仔，伊这个一般是惯势拢互伊学台语啊嘛，但是伊讲了足精的了后，伊选择互因学这个客语啦吼，伊要互因做一个新台课。吼，有台语嘛有客语啦吼，所以伊即个部分其实是实现着即个本土语言，咱即个台湾真多元即个部分。你安怎看顺聪老师即款代表？我想吼，台语其实咱定定有人讲吼，比如有一讲阮就开讲，你讲的台语甲我讲的台语小可无共款，吼，比如讲咱上一般来讲，啊你是海口腔，吼，啊你是吼。即个江的啊，江的是转的吼，啊无讲咱来讲伫台湾，佫有讲宜兰腔，甲鹿港腔佫无共款，吼对，所以我感觉吼，像语言即个物件吼，咱应该爱一步一步来，是，吼，先会晓讲爱，互大家真普遍的使用，吼，啊慢慢当然，伊无共所在，伊也无共款的迄个腔调，吼，伊咧讲的嘛有足特殊的意义伫咧，吼。南部腔甲北部腔可能就无共款，吼，讲到食饼甲食酸，吼，即个定定讲啊，即种无共款的意思，但是吼，你表达方式无共，吼啊，然后则佫有可能讲来甲讲，人讲台语到底是有音无韵，还是拢有，嘿，有影拢有。然后这个台文字，咱是嘛看到这个教育部，这个内底嘛有这个姚老师，伊就是闽南语这个书典的总编辑啦吼，所以这个台语真正是有文字的。对，系种啊，这文字吼一开始可能无一定遐尼讲每一个人拢用会到，是吼，会讲伊的表达方式要安怎去推广，吼，可能要透过比如讲亲像媒体安尼，吼，啊就公司台语台，吼，一再吼来宣传，来推广，再社会当可能在当教育，吼啊，但是初期可能是讲会晓先讲，是，会晓感觉真有自信的去表达，吼，讲唔对不要紧，吼，亲像讲啊，你讲好不要紧，即对用错感觉辣椒即种的啊，讲啊不要紧，即个部分吼，伊自然有一个社会吼，咱讲集体的力量会来。讲啊，你唔好对人袂当安尼吼，使用吼，骂人的吼啊，甲当然无共款的场合内底，也是无共款的人吼，因咧互动的时阵，有可能讲我无安尼做不只亲切爽过我啦，所以我想基本上我是较尊重讲吼，譬如讲出这本册吼，伊的真原始的，就是希望讲吼，互更加吼较侪人来了解认识讲吼，台语文其实有真侪人吼，伊。不只欣赏，啊嘛不只努力，吼来咧，吼当作讲咧
有一种使命感安尼咧推广。是，这个使命感然后咧维持啦，靠这咱这24个毋那24个，然后其实真济。啊，咱嘛看到这一本册内底有真济咱记者这个幕后的这个观察啦吼，特别安排这个部分，就是要互这个记者因所看的、所想的吼，来透过这个人的这部分写袂出来，伊写伫这个后壁遮，嘛互记者去发挥啦吼。对对对。其实阮访问内底啊，吼有讲到一寡比如讲王金明老师吼，伊举一个例吼，这当然是册内底伊就把特别写，无一定是记者有特别甲伊，伊就讲有的音台语的一寡音吼，真接近，是，但意思都无共款，吼，用音啊去领钱，吼，但音啊去领钱，用音啊是领钱嘛，啊囡仔是开钱啊，吼，音啊甲囡仔是无共款的意思，但做接近的，吼啊，所以伊当你当真就是他讲的这个像一个乡，吼香港，哦，这个拢无共款的意思共款，吼啊我想吼就讲这拢是咱今仔讲到这本册内底吼24个吼拢是台语老师，吼拢是坦白讲应该是用生命咧吼来推广，还是用生命来大家来。讲啊，认识台语吼，因为因拢是用这部分，不管是伊伫创作，还是讲伫迄个研究工课，吼，或者是讲伊作为一个团体，吼，嘛拢是咱咧讲的守护这个咱的家己的母语。是，啊，即个记者采访了台语有较认同无？哦，有啊，有吼，系啊，对啊。啊，有想要去考这个台文的这个检定无？我等下来甲因参详看。参详看嘛咧吼，因为后一部做伙行台步，后摆做伙写台文。头拄啊，这个社长有讲到这个记者会了后，写这个台文这个报道的有一间这个媒体啦吼，啊，迄个是写的不加亲啦。伊这不加，咱讲的带伫行下来。哦，行下来是。做内行的啦，伊伫阮吼中央社家己发布新闻了吼，啊，隔天刚看到讲啊有一个人，伊伫现场是啊。真认真哦，记录阮这个吼整个吼这个新册发表会过程。隔天讲伊就随发表，是啊，这发表是拢用台语文写。他们讲吼，你会感觉足使人钦佩，讲哇，啊这用台语文来写一篇报道的人吼，他们讲足专业的，真专业吼。啊，这把校方讲啊，所以咱会当讲台语文吼，要行到这个坎站吼，能够真。久长的路爱行，真久长的路爱行吼。不过讲到这个豫传媒这个记者啦吼，啊无的确会使个是25节课后的迄个啦吼，当然，就是真济这种代表。我是期待讲，未来当然希望吼，这24节课吼是一种入门啊，吼入门啦，啊，希望以后会当个竞争更较济吼。现在我是台语文的2.0安尼。2.0啦吼，2.0，所以这个领域头顶会做啥物转变吗？还是共款过去收集一无共款的人？我想按个思考者，因为阮你坦白讲已经甲上好的已经先摆出来，上好的啊，但是我相信伫台语文的世界内底，还佫有真优秀、真杰出的一寡吼工作者，吼，伫各行各业一定吼也袂互人发现，还是讲也袂经过阮的报道吧。真济啦，有诶是咧做这种传统艺术的，其实嘛是有足侪真在地这个人吼，有诶是也袂叫做媒体报道过，啊有诶是这个可能是家己较避暑，也家己伫遐做这个人讲伫遐做事，但是无要互人知影。其实咱若是偷偷去画，一定佫真济人啦吼。啊，咱头拄也讲完这本册做伙行台步啦吼，其实咱等下要讲到，就是社长本身吼，对这个台语的这个推广。比如讲，你等下咱会看到有布袋戏这个部分，有这个棒球的这个部分。咱先来看讲这个影片吼，这个社长这个平常时的日常是安怎？咱先做伙来看。语言是人甲人互动、沟通真重要的表达方法。要如何互无熟悉台语，但是想要学的朋友，拢会当轻松讲台语，提供友善的环境，就真重要。歌谣、戏剧啥，这拢是一种吼，慢慢互人会当较亲切，吼会当去接受使用讲台语吼甲日常的物件吼，透过这种的吼创作内底吼，我相信慢慢也变到讲，伊毋是遐尼有
距离。利用大众的文化和台语的推广更较生活化，尊重各种语言是上基本的条件。咱咧杀这个包括台语的创作，我相信对舞台，对电视、电影等等，拢是会使的。包括咱看到真侪迄个过去，可能讲一种的，比如讲金曲奖，金钟奖，电影拢是共款金马奖，这个东西，因为伊创作一种这种咱咧讲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内底，伊会当较开阔的，伊就展现咱展现咱讲，其实台湾社会本身是真包容的，语言的尊重，我感觉是上基本的一个条件。讲到台语戏剧，2017年的《花甲男孩转大人》趣味的剧情，剧中练转的台语对话，创造袂少讨论的话题。编剧之一，当时嘛是作家本人的杨富斌表示，伊咧创作的时阵，无特别追求教育部字典的用字，是直接用发音加联想来创作。我感觉这部分爱一步一步来。咱咧头咧讲。要创造一个好友善台语的环境内底我相信语言的沟通这是上基本的伊要先对这个基础开始做起。作家杨富明伊的主张其实是真侪人拢有这种同款的看法，包括讲导演迄个吴念真伊有当时伊伫迄个舞台剧伊咧写剧本的时阵伊毋若是讲用约定成熟的文字啦，也佫有可能就是用英语，用拼音的方式，看有爱当沟通，我感觉这是上重要。张随昌嘛用伊上喜的布袋戏来做比喻，亲像是剧中的人物对话口碑，都会当看到台语优美的所在。你家己敢会晓人？袂晓人，嘿，真欣赏就对了。无真正学过啊，我囝人口碑就是从容务好定着夫，镜中最雄化成人情冷暖难回首，叹游多少伤心事。其实不管是布袋戏、戏剧、电影，也是流行音乐，这拢是会当互台语更加融入伫咱的生活中，互台语生活化，互台语无距离。随去相魂台语情，聪明形式行大步。今日做伙来行大步是咱这个社长，这个今仔日非常无共款。咱看，即马有这个道具布袋戏摆伫遮，即阵是啥物？即阵苏彦文。苏彦文，这个伊的经典台词，甲咱点一下。花衣未忘杀戮刀，往事情仇待如何？今宵乌丝无限分。所幸也未往道路。哦，这是苏彦文呐。像咱这个布袋戏，是你这个推广台语的一个手段，嘛毋讲是推广啦吼。我想应该是讲咱的比如讲一般咱咧讲的5年级生记忆啦就是讲早期台语袂当伫学校讲但是咱知影讲咱的生活。咱的细汉的时阵伫庙口埕有迄个布袋戏因内咧人要写信拢会去请演一遍布袋戏啊还是讲演歌戏像这种分州大有业苏彦文这绝对是咱的记忆。是我相信真侪人拢有共同的这个经验，就是讲台语的入门就是布袋戏。是。不是讲电视咧播这个布袋戏金光戏，尾后发展这个金光戏，是讲伫我看我家己这个成长的过程内底，布袋戏伫我生命内底，嘛是一直拢有真重要的一个角色。譬如讲
咱来讲台语吼，伊真优美的所在就是，当这个拄头拄仔这个苏彦文出场的时阵，伊会念一段口碑，吼，啊啦，伊个一个伊的，咱讲伊的小弟啦，吼，来讲应该是甲伊共款是死对头安尼，吼，早期咱讲伊是死对头，就是钟景仁，嘿，钟景仁的迄个口碑，我到即马阁会记，是，要甲咱等一下。忠良五好金玉夫，镜中醉容化成雾。人情冷暖难回首，叹流多少伤心事。哦，你看伊这首诗的每一句吼，对，头字拢头字吼，咱像讲长头诗安尼吼。钟景仁吼，叹开的吼，叹吼。是。啊，这就是诶。我迄时阵看啊，感觉会真好，真我觉得敢若不只要有气势，啊，甲亲像讲，这个因为伊的一生吼，甲苏彦文敢若是一个对照。是苏彦文嘿，伊拄到咱看伊出来讲的这个口碑吼，都真舒声吼。啊，早期咧办落做亏钟景仁，当然尾啊无共款的布袋内底有一寡伊的转变吼。啊，一直甲其实。你若去了解讲布袋，即摆人讲来个霹雳系列时候，是真侪少年人爱看。加入真侪这个元素伫。对，系啊。啊，我想布袋戏吼，不管是早期，咱讲即个吼金光戏、吴俊荣吼，还是讲咱一般庙埕内底吼真侪真侪团啊，迄个演出吼，甲即摆吼，咱讲可能咱拍到电影，吼，这是我当然想讲吼，台语的那咧学习的过程内底，戏剧，吼，尤其是咱讲不只要台语的特色的这个布袋戏，是真好入门。真正啊。不过咱嘛知影这个布袋戏啦吼，一段时间爱讲华语戏啊吼，佮有这个中国强这个角色，啊，迄当阵你安怎看这个部分强压迫咧？当然迄阵看拢无啦。讲华语的时代，我讲啊，真乃毋是阮习惯的。是。伊直甲差不多阮读大学的时阵吼啊，逐工中昼迄时阵布袋戏佫恢复。啊，阮拢走逐工中昼拢会甲同学吼，大家小就讲啊，来去食自助餐，要看布袋戏。顺便看布袋戏。对，迄时阵布袋戏叫做原来嘛是亲像苏彦文安尼延续出来吼，风雅金刀独眼龙吼。啊，佫有一个角色真趣味，叫做桂面三郎，吼啊，有其中有一个角色叫做金太吉，是吼啊，我佫会记一个人叫孟中林，吼孟中林咧出场嘛是真特别，吼伊嘛是伊首诗就做成讲，伊是形容讲伊是来自越南，来自越南，因为高志国嘛，高志就是讲即卖的北越越南迄个所在，所以伫即个台语角色内底，伊即个创作吼，啊甲咱讲吼，作为母语吼，啊咱过去细汉的时阵吼，啊有迄个看戏的经验，甲尾啊较大汉来吼，慢慢。我相信伊有即种的联系拢啊，咱的迄个记忆，吼，咱的趣味的所在，吼，这我相信对真侪尤其是吼讲台语的遮个吼，像我即种的吼中年的人吼，拢已经有共同的经验，吼，啊另外一项就是讲人讲棒球啦，棒球吼，你嘛是有兴趣的吼。讲到棒球，较早细汉的时阵嘛有讲过棒球啦吼。对，因为我想布袋戏加棒球吼，拍棒球这两项代志吼是，其实是咱讲不只要有台语的特色的一种咱讲文化好，还是讲一种一个是戏剧，一个是运动，吼啊，伫迄个拍棒球的，阮的细汉的时阵过程内底，吼我感觉。迄是就是讲，你好好吼，不一定会当吼，甲人用母语用台语咧讲，但是只要啦下课了后，吼啊，等于甲趣味头尾吼，也是甲同学，你做主人咧，吼用这个用台语咧做沟通，是，所以这是共同的一个记忆，记忆伫咧啦吼。讲到这棒球啦，这个杀斗。
还有速度、pitch、catch， 这是自这个日记发过来这个代志啦。不过嘛，反映这个时代这个背景吼，伫野球这个部分。对，嘿，然后早期讲拍棒球，后尾日线就讲野球就是咱咧讲的这个哦，足有迄个咱讲台湾特色，也是讲尤其是使用真侪吼，若是讲台语吼。因为有可能就讲日本话内底一个外来语吼，其实因为迄个过系南参做伙的吼，所以拍棒球吼，甲看布袋戏吼，是我一直想讲啊，这是咱就我个人来讲，生命的经验内底，伊是我学台语一个环境。是，咱头拄嘛讲到啦吼，讲到运动场，使用什么语言，代表一个时代这个背景。咱讲这个台语。伫棒球场，真接听到。啊，若是拍篮球的，是国民政府来讲华语的这个特殊的这个规定啦吼。对，这有人用安尼会区分吼，当然，这无一定讲是应该用安尼适当吼，讲啊，这个哦讲台语啊，讲华语啊，都一定伫无共款的这个球类运动。但是因为拍棒球吼，野球这吼，伊对吼日本迄个吼统治的时代，迄阵就开始已经吼。影响到咱一般这个台湾的社会，啊，当然甲国民政府来了后，吼，伊迄个时阵吼，因为咱台湾伫外交上有真侪吼，真就是真侪冲击，吼，啊，迄时的政策也好，也是讲拄好，咱嘛有迄个环境，吼，所以对迄个国小，吼，啊，甲尾啊，吼，你讲青帮啥，吼，三冠王的时代，吼，棒球变做咱一种社会哦集体的迄个出口，吼，啊，咱讲台湾社会也好，也是讲因为伊长久以来吼，伫迄个伊成长的过程内底，甲咱这台语的文化都真深的这个结合，所以我个人看啦吼，我讲对我讲我。看布袋拍棒球啥哦，这个是我迄个时阵哦，个会当为当我讲台语吼，真爽快的这个所在。是，所以这个布袋戏甲棒球是你的出口，啊棒球较早拢拍第几棒？我记得吼，迄阵吼，到30年前就差不多咱讲中华职棒吼，都开始的时吼。我先都开始咧走新闻吼，啊我常常拢爱去吼。因为我都走体育嘛，毋是我其实是走地方新闻。我拢会因为以前爱看棒球，我就走去迄个台中吼早期有一个吼县立的迄个棒球场。即马是对，啊走去遐看棒球，我拢爱去伫迄个本垒后壁遐。啊坐伫遐吼听遐一寡吼，迄个咱讲老球棍安尼。哦，伊咧讲棒球吼，拢真正是足内行的。是。啊听你听到种第。有真到底吼，咱讲真流利、真下拍的这个台语吼。第二就讲啊，因咧用台语咧讲这个吼野球吼，我感觉我那讲啊足内行，真係專業。吼，一點仔就無屬於種那像咱咧講嘅來，你就咧裝迄個吼，轉播安尼共款。啊，所以對於我來講，迄個佇迄個所在聽到嘅吼，是我真深刻嘅一個台語嘅經驗。吼，就講佇迄。因為嘛，伫迄個本壘後壁，吼，啊一群人，吼，啊，迄可能就有當時啊，就是安尼包一個便當，吼，啊，就啊，有個佫較離譜嚟講，哇，啊，佫碰一個老人地咧泡茶，迄嘛真趣味，吼，啊，這是我甲對台語來講，我個人啦，吼，較深刻，較有感覺我真難忘嘅一個記憶。是。咱嘛講到這個，你較早細漢的時陣，摕到第一個這個手套啦吼。頭拄仔嘛講到，這個是這個布袋戲，甲野球是你這個講台語這個出口，摕到迄個第一個手套，爸爸買互你，迄個感受是安那？對啊，我應該是講，我迄個時陣吼，咱細漢時吼，其實是去用迄麵粉袋啊，熬做吼迄個手套。啊，當有一天吼，阮爸爸吼。差不多是我小學4年5年的時陣啦吼，因伫迄路邊吼有迄個體育社迄個體育用品的迄個吼，因出來外口拍賣，因講啊可能用品社要倒啊，是講吼，伊就一寡物件摕來拍賣，啊結果有一天伊就摕一個手套吼，啊甲阮弟弟安尼兩個人買兩個手套，啊有通結來吼練習安尼嘛吼。
哦，你感觉足欢喜的，迄规暗的困啊，哦，敢摸迄个手套咧困，啊，去校听去讲羊去讲操，系啊，我有一个手套，棒球的手套，啊，迄是一个咱讲生命中吼，其实手套这部分吼，某个程度来讲，伊把联系到爸仔囝，吼，爸爸知影我爱拍棒球，吼。啊，买一架手套互因后生，若要互我，佮要互阮弟弟啊，阮就会当两兄弟啊，会做伙算，啊，所以当有一天我家己目光看我来为人父，吼，我做人来老爸时，我就讲，我就问阮囝，吼，伊咧你有兴趣，我就甲买互伊，吼，所以，我讲棒球是咱台湾吼社会共同的这个语言，吼，啊，这个咱咧讲伊是国球，吼。啊，其实拢有伊这个时代这个背景。是，啊，讲到布袋戏咧，即阵厝几尊？几尊足济咧。足济尊的啦吼，其实就是甲你这个介意的物件，这个布袋戏加棒球拢甲收藏起来啦吼。这都是因为你讲这是你过去甲台语会当直接这个一个出口地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咱的社长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谢谢。水气相逢台语情，昌明形成行大步。今日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回再会。多谢。好，谢谢。谢谢。